我们呼吁哦，呼吁大家一起做爱心、做公益，分享起来。要呼吁酸民走出来，对，跟着我们一起出来做公益。酸民可以走出来，分享，做爱心、做公益。哦，眼睛睁大一点，你们台湾人眼睛有睁大一点啊！办的钱拿出来做公益、做爱心呐、还点钱啊？你看着我。 意思就加把房子卖掉，汽车卖掉，这个把你们的房子卖掉，把你们汽车卖掉，把你们车子卖掉，把你的其他卖掉，拿去做公益、做爱心，是不是啊？我等下你跟我录镜，等下你会变黑，怎么办？分享一下，做爱心，做爱心，要留一点。 心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动起来！你是台湾人，我现在人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我在台中。做爱心哦，你不做爱心，我的天哦，做爱心，我们一起做爱心。我还会降龙十二，知道？帮忙分享，帮忙分享，支持这种行为的朋友，麻烦帮忙分享。 那你如果不支持的话，就算了，你就别看吧。喜欢的人你就看。因为我是个人认为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不好啦。对，当然你们是针对这个人，你们只是讨厌这个人，可是这个人也是有做好事的时候啊。亚公阿妈他没有领薪水，他没有领薪水，他来这边做义工啊妈，你们这些朋友应该要支持一下哦，我觉得啦。不管他什么动机。 有做总比没有做好啊，至少，喂，警察来啊！录警察，来。没有，他会叫你移走，你移走就好了，移走就好，没事。那边呢？全部都对，移走。除非车子不能开进来啊！好，拍钱，我现在马上开走。 你现在来做什么事情？你要做爱心而已啊，不好意思。对，这里不能进来啊。是啊。驾驶是哪一位？我。驾照借我。啊，完蛋了，可以不要开吗？驾照先借我一下。谢谢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是做爱心啊，就是帮忙。那我们先把影片关哦。对啊，先关掉吧。OK。